獨一的贊助及人生嘅目的，似相環交直排種植以嚟做伙。那每一粒直頭，攏家己學別比例鏡頭，學別比例個家己另外一粒，安尼所有嘅直頭攏會擺落來。人個坑來，一定愛有一項物件是無依靠任何物件，一項有夠力動支撐活嘅物件，及隻米卡字。宇宙嘅萬物就親像遐直頭共款，就親像每一粒直頭攏加比靠其他嘅直頭來卡。宇宙嘅萬物嘛需要這其他嘅物件才同存在。你需要空氣、水及食物，食物依靠土地、雨水，雨水依靠物理定律。無論你看對話，每一項物件攏是依靠其他幾項物件。科學真詳細解說這會連結，以講有贊再用一項物件安怎依靠另外一項。唔過伊無解釋是安怎區別的直頭。一開始會當卡咧，伊無回答這個問題，是啥物有夠力當支撐萬物。為了解這點，咱必須看攏過這串依靠的物件，一定愛有一位存在者支撐萬物，但是無依靠，也無依賴任何其他的物件。彼位支撐萬物，但是無受任何物件支撐的，就是咱所講的全能的真主 Almighty God。人生嘅目的，所以全能的真主創造咱以及咱身邊嘅萬物。如果咱看四個位啊，咱會看到萬物攏有清楚嘅目的。日頭溫暖大地，及將水氣替換成天，變成雲；風吹雲湧，雲落雨植物成長。植物及動物大共真為食物。宇宙無任何物件看起隨便也無目的嘅，當無生命嘅某一格嘅下部，以便就產生哦。能的真主是安怎被創造人類，這有聖還智慧及意識嘅。為了回答這問題，真主派遣真主嘅使者來傳達伊嘅信息予人類，對先知亞當、挪亞、亞伯拉罕、Abraham、摩西、大衛、所羅門、耶穌、Jesus 及約翰，直到最後嘅先知穆罕默德講你平安。每一位先知攏早來公款清楚嘅信息，真主創造人類是嚟敬拜以及立志，了解這比嘅比咱對咱順服真主嘅異常連續嘅考驗。咱嘅每一位意念及動機攏有天使記錄落。死亡嘅時刻就是考驗結束嘅節點。也啲對全能真主有信仰而且做善事嘅人，會佇天堂獲得永遠嘅成功；也啲無信而且拒絕全能真主嘅人，會佇牢獄受永遠嘅刑罰。咱按家，先知有來過，留下對真主領受嘅天經。所有嘅天經隨時間攏受到篡改，無意外。這本經書到今超過1400年，有價白本也完完嘅咩？但是咱按家應果然經，確實就最全能嘅真主來的。咱嚟思考真主必須具備屬性，伊必須是無始無終嘅。如果伊是有開始存在嘅，伊就依靠某種物件比伊存在，安尼伊就佇當時比個無依靠安怎物件嘅存在者。如果伊停止存在，安尼伊就佇當時萬物所依靠嘅存在者，因為伊嘅結束當代表其他所有嘅物件嘛會結束。真主無始也無終，伊必須是獨一嘅。如果有另個創造者啟動伊嘅意志，會限制另外伊嘅力量。而且伊個受限制存在者當是真主。譬如講嘅，如果伊個創造者一筆出來，另外伊個一筆日頭落開，只要啟動伊個會成功，比個失敗當是無能嘅。伊個無能嘅存在者
當是萬物所依靠嘅真主。最後，伊必須在任何方面親像伊嘅受造物。如果伊親像，就會親像公權有依靠，伊就當是每一位人所依靠嘅存在者。這該請問家己，在人所敬拜嘅生命中間，多一位符合這個邏輯條件，就是比嘅真主真。第112章，阿拉講伊是真主，阿拉是獨一嘅，真主是萬物所依靠嘅，伊無性格，也無是受性嘅，無任何物件甲伊相等。獨一嘅真主無任何需要，萬物攏有需要伊，永恆嘅，無家無老爸，完全無親像受造物，無夥伴，無同等嘅。古蘭經對真主嘅描述完全符合邏輯對真主嘅要求，這唔是巧合，這就是證明神聖嘅古蘭經確實是宇宙嘅創造者全能的阿拉所講下嘅經典。而且所有被代表創造天地及萬物存在嘅真實真主，要進入伊斯蘭，只要誠心講，我作證，除了安拉以外，無別的神應受崇拜。我也作證，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阿什哈杜安拉伊拉哈伊拉阿拉，或阿什哈杜安那穆罕默德。如果你會去離開，你會佇永恆嘅後世順屬一切，通通永遠福氣嘅門已經打開。